擂茶我用慢做啊。那你捋好，大家肚子都饿了呢。然后倒过来呢？倒过来吗？倒过来会掉出来了。擂茶忙死到，马上要去空体嘞，都在发生那个事情了。老师，这样子玩吗？你听见谁在谣言？为了招待贵宾是个点心，你以为上唔到个口好年哩耶？呀哈，出来研究下，体验也好。完美了。今日研究客家教科学来到陶研院用来增加水年国中。學校創立以來，注重學生嘅外表用身心健全、快樂成長，重視學習嘅精神。故說啊，水年國中嘅學生嘅，除咗充滿活力，還有年輕之外，還有熱情善良嘅心魔。接着嚟看一下，有到當地年下嘅同學，為人所準備嘅吹負哦。見到嘅開場歌後啊，應該展示自己行得好靚呢。同學啊，大家做到邊嘅燈號，準備上課了。同學，大家好，我是世紀姐姐。世紀姐姐好。不敢告訴一下你的捏琴號嗎？好。我的熱情啊，好像一把火啊，燃燒了整個沙漠。呀哈呢，我們保持我們的熱情，我們歡迎謝老師，好不好？大家好。加奶我新竹市科學城沙溪太后張燕先生，在忙提倡同屬做科學，哪裡都會科學界全民運動哦。老師，你幹嘛帶兩隻棍子進來啊？這兩根可是上好的茶樹做的棍子呢。茶樹做的棍子是做什麼用的呢？它一方面可以用來降妖伏魔，而且它還可以拿來做擂茶哦。哦，你喺講客家嘅擂茶哦？錯。哦，錯。之前啊，人家阿婆啊，做細做到冬天嘅時節啊，就會準備擂茶來食咯，做的是都冬飽、冬好是冬香嘅哦。對呀，而且呢，這些擂茶裡面還有很多的科學原理哦。真勁哦！老師，按呢也研究帶同學來一看。好，走。客人嘅擂茶又順又香，還佫有健脾養胃、滋補充數嘅功能。還佫材料較強，還好帶出門，為什麼較方便？將會變作為客人天生嘅世界發展出來冬天別個點心哦。謝老師，這位是老闆阿輝哥，阿哥，這位是謝老師。哎，謝老師，先報嘞。先報嘞。彭夢飛，三網保存傳統客家風味，係客家擂茶嘅專家。已經，就剩下有茶。有茶。我先表有茶。表有茶。綠茶嘛，綠茶。有茶，還有這個鮮擂。一天要用綠茶，總唔可以用別種嘅。因為綠茶佢本身佢色好，顏色比較好看。那第二個綠茶也經用比較有營養。比較營養。點解？看起來咁簡單嘅吼。做嘅清甜哦。真係哦。你早點吃過嗎？早點哦。好，衝啊！哦，懂電。現在要不要加一點？要全部要加進來的。這是第二個階段。研磨乾果，剛剛只是熱身而已。小式擂茶，解做成了嘅溫那條材料，一般傳統式嘅材料有綠茶、麻葉，還有飯條。不過呀下咧，大部分都有改良，除咗本來嘅材料之外，還有松樹籽、葵花籽，還有黃皮鹽哦。哦，表哥。哎。會甜嘅。會啊。哦，我不過蔥係本樹類嘅。蔥係什麼會甜？蔥係紅丸甜。韓國。仲有係放心啦。人哋平時做人會做咩？做呀。係做咩？他會出嚟，呢個係全部跳出嚟。笑死，真不一樣。這個道理呢，我跟你解釋一下了哈。好。基本上是槓桿原理。槓桿原理，擂茶用為了槓桿原理有關係呢。咁講，足球情商講嘅樣，用槓桿原理做嚟強鬆擂茶。呀，出本事件，再希老同學跳下來學學體驗一下。大家就啲
老师，那我们请这个同学来捋一次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他看起来就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嘞。不好意思，交给你啊，交给你。可以用大只的吗？大只的吗？好。哎，内行，他刚刚有认真看 VCR。叶子同学，你是专家吗？还好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捋茶的？小时候家里喝茶都是我在垒。真的？那给你看。你平常在家里捋茶都捋多久啊？我在家都垒1个小时左右。1个小时这么久？我等你捋好，大家肚子都饿了呢。真的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你要捋这么久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？那我来告诉你们，因为呢，你的姿势不对。这个是支点，你的右手是支点，左手呢是施力点，所以你的施力点呢要靠近这个波，然后这样子画小圈，慢慢转，对，这样子就会比较省时又省力，有没有感觉？有。这样真的蛮好嘞。老师，那我们来让每一个同学都来体验一下正确的捋茶姿势，而且呢，就让大家来体验一下科学原理哦。哎呀，哈，研究考试喽，做得吗？做得。检查手部来。哎，我先。检查。看到我哋唔猜出嚟體驗擂茶嘅樂趣，記得要咁做嘅啲地圖，好多人玩輕鬆擂茶，又唔是處理嘅技巧啊，看下你做啲咯。你错了啦，应该这支要上面，然后就当支点转。转下面的。水母，你好像用错方式。是吗？对啊，你手应该要放下面。放下面吧。好，这然后这样个不能动，然后这个不能动再。放下面一点点，这样磨比较快好，摸摸哦。看。水母同学，这样子摸有没有比较轻松啊？有。跟你刚刚的魔法比起来，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？这种轻松比较省力。擂茶，我用慢就唔會按實力啦。第一步，按出拿擂棍，看在一支鋼杆，棍輪檔用一支樹固定，嚟個卡起做支點。然後一支樹做對擂棍做一隻垂直八表嘅力，嚟個作用力到支點嘅垂直起力，所含到實力比。韓國擂八表會本擂棍一隻電動向嘅控力，控力到支點嘅垂直起力，所謂控力比。大概時節，所以按老鼠嘅尾嘅，成下尾掉嘅，保持支點唔好半佢停頓。按用實力比較下長，外加力做下細。按用做到嚟輕鬆擂茶咯。看起來呀，同學已經了解，按用慢用剛剛原理來擂茶咧。咁三後來，應該說法班中仲還有問題耶。請說。為什麼這個裡面要有紋路啊？哎，問題問得好，有沒有誰知道？誰知道？水母同學。因為這樣就可以增加它的摩擦力，這樣它受的壓力就會更大。哦，答對了，我們要鼓勵。他很聰明啊，而且呢，正好帶出我們下一個活動。下一個活動跟摩擦力有關哦，而且也跟芝麻有關哦。下一種八圖準備嘅材料有烏麻，也係拍麻。一支刺杆，一支竹筷，接下來也是同時做可能哦。我們現在要怎麼樣用這隻筷子把這一瓶芝麻整個懸空吊起來呢？老師，這位同學知道？让它可以把筷子插到芝麻里面，然后增加它的密度。你來做做看。好，要这个黑芝麻，你看，还过来看麻烦。把它插进去。插進去，來，我們來看一下。你要這邊給他看，你手不要擋住，然後倒過來呢？倒過來嗎？倒過來會掉出來哦。你要讓瓶子懸空。老師，你聽見誰的謠言啊？我是一個想法。OK，有想法就好。老姑娘你有講啊，講一次，所以考核生涯嘅精神，給老師拋書鼓勵一下。先生，哎，這裡有問題。哎，來，看一下，有問題，來看看什麼問題？誰？水母同學也知道嗎？水母同學，你現在在做什麼？來戳它，為什麼你要一直戳它？因為我想讓它的空間被填滿。那你要戳到什麼時候，它空間才會填滿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當今嘅水母同學講，找空間造人嘅方法，到底係咪正確嘅呀？
佢敢會成功啊？看清楚哦！成功！水母同我理論真見不佢成功了耶！所以老做快嘅，老買多嘅碰嘅，要去撞人。按樣做咗你老吃乾規則快起來喲。不過也有啲老買嘅口和年齡有關係呢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摩擦力。耶，完全正确，拍手。好了，这边呢，老师来解释一下，就是摩擦力的应用。就像我们刚才做擂茶的时候啊，就利用呢擂钵的钩纹跟擂棍之间产生的摩擦力，把芝麻给压碎。那现在呢，芝麻跟我们筷子，还有芝麻跟我们的这个管壁之间也有摩擦力。刚才2位同学的表现非常好，只要把它压紧，那摩擦力就可以发挥出来。買老做快有摩擦力，會主動做快老買嘅相對運動。買較少嘅時間啦，摩擦力唔拉太，故所做快拉起來，吃乾完全都唔會停頓。有嘅時間啦，按住多下多都會買，增加摩擦力。摩擦力太多，就得主動買老快嘅停頓。有嘅時間啦。煮快那去，做你老吃乾快起來咯。老師，我有個問題哦，那如果芝麻它放的越少，是不是也能夠讓筷子把整個試管撐起來呢？那就要看同學的技術了。加油！所以佢是利用買，老做快產生嘅摩擦力原理來挑戰寒冷嘅實驗咯。多大樣辦做，將做老吃乾地步嘅買數量降到最大，唔過要做老吃乾快起來咧。同學呀大家都開始笑咧。利用數據來老買雜氣，也係用各個方式老買講話質地嘅。這條方法多大會成功冇啊？這是你研究出來用最少的量嗎？不是吧？所以我等下還可以再試一。我剛才發現一個問題，你的筷子為什麼不是用這一頭，然後放在裡面？因為這邊的面積比較多吧。這一邊的面積比較大，所以摩擦力比較多，這邊面積比較小。小丸子，喲，你成功了，對不對？成功了！噔噔噔！哇，哦，用到了！哎呀，不行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用失敗沒有關係，我們繼續努力。哦，有人成功，有人成功，看，哇！我們量一下，你用幾公分？我看，5公分，所以你是最厲害的哦。你是怎麼弄的？跟大家說一下。好，就是一直搓啊，然後像一個密度就會越來越緊啊，然後那個筷子要再一直往下搓，它就會這樣立起。謝老師，這幹嘛？這不是剛擂茶的花生啊？剛剛好，我們擂茶的時候是不是越擂越香？那就是當我們把那些穀物啊磨成細細的時候呢，就有一些小分子飄散在空氣中，進入我們的鼻孔，然後呢勾起我們的嗅覺。那什麼道理？因為表面積增加的關係嗎？對了，那我們現在呢，這裡有2顆花生，有一顆花生呢，我們把它捏在一起，有一顆花生呢，我們就把它分開來，所以誰的表面積大？當然是兩半的。誰的表面積小？它。然後呢，我們就要給同學猜猜看，如果我給他點把火，哪一顆比較快熟？同學，是2顆燒起來比較旺呢，還是1顆燒起來比較旺？有什麼不一樣呢？有誰知道？我。葉子同學。2顆的表面積比較大，所以會燒比較旺；然後1顆表面積比較小，所以會燒比較小。接觸的氧氣比較多，反應物比較多，所以燃燒比較快。哇，謝老師，這個同學講得好詳細哦。我覺得他們2個人都不錯耶，都很棒哦。不過科學呢，就要講求什麼？動手做的精神，一試便知。在2個花生燒的過程中呢，會發生不一樣的變化，同學要注意看哦。
都烧起来了。谢老师有一个熄掉了。对呀，刚开始就是它烧得很旺，所以当然就会先熄掉了。比较早喽。好，然后呢，它也终于熄掉了。同学有没有观察到2颗花生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一个烧得比较快，一个烧得比较慢，而且在烧的过程中的时候，那个表面积比较大的燃烧的比较旺。那还有没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发现呢？同学，一颗一颗的花生，它反应速率比较慢，然后所以它烧的比较久。然后那2颗花生的话，它反应速率比较快，然后一下子就烧完了。哇，2位同学都说正确喽。而且呢，跟我们等一下的游戏有关系啦。接下來再準備下呢款發動咯，準備嘅材料有奶露前面到嘅反內火，一組毛毛嘅鐵片嘅紙牌嘅，同好兩曬一組，我用一支反內火一擺落一組紙牌嘅小體機，當然同好咗嘅青菜不用紙牌嘅，來增加佢嘅表面積哦。起點嘅、糊片嘅、用鹽蟲嘅。呀哈，你就來看鐵組同好，一條攞紙牌嘅，對住按用嘅體內嘅想法，係咪自己順利做得太神經不？在燒之前呢，我們先問一下水母同學，你為什麼要把牌擺成這個樣子呢？如果這樣擺的話，空氣就可以從這邊進去，不會因為這整個都碰到這個鋁箔紙，然後就熄滅。哦，咪點講啊？係講攞紙牌嘅按用表，空氣就做得順利對面前通過紙牌嘅，係講紙牌嘅攞細泡紙搭片。空氣冇辦法流通，紙牌也就冇辦法順利燒退機嘞。同學，你們覺得他們會成功嗎？應該會。會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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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覺會成功哦。哇！太強了啦！燒得好旺啊！哇，變比我還黑耶！在看到火燒得非常旺的這一刻，我們要宣布。水母同學和蘇林同學成功！謝老師，水母同學跟蘇林同學是掌握什麼原理，所以他們會成功呢？在燒火的時候啊，它要讓空氣能夠很方便的流通，所以他們就把這些紙都鼓起來，就可以往上有一個空氣的對流，所以呢，他們就可以把它燒得光光的。我們來檢驗一下。只留下了這一點點，跟我的手指甲差不多大啦。來，各位同學，你們有沒有信心挑戰比它燒得更乾淨呢？有。通過鐵組當地留下嘅2支毛成功嘅經驗過後啊，接下來再揾應該平方來優勝同學嘅普遍紙牌法來實驗咯。太平了。太平了。因為點我因為已經那個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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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沒了。希望沒了。各位同學，他們這一組啊，成功的留下了13張牌。那他們成功的要素呢，就是把這些牌啊都壓得很平，所以空氣不容易流通。我們講過啊，就是表面積呢擴張得越開，那空氣越流通，那當然那個燃燒的效果會越好啦。對。大家加油啦！那我們來看下一組。接下來再揾青魚、老米魚、兩曬雙種咯。誒，呢一組嘅排列方式當貼片咧，因為從水電嘅鹽蟲咯，按用咁多的啊。哇，現在看到的作品不一樣哦，這叫什麼名字？叫做雙簧管。為什麼要排成雙簧管呢？這樣子的話，讓空氣流通，然後呢，從這邊點的時候呢，就會一直燃燒到後面。然後我們還分成2個，然後就剛好一人點一根，就比較快燒完。從旁邊開始點。
紧张，刺激刺激，多大应该人做个送网杆，敢要像记得讲解，因为空气的管地度流通，咋顺利成功了呢？可以。纸牌开始烧起来呢，人主动进哦。伫送网杆的两片上开始点火，还可利用空气的管的地度流通的原理，估算一下，火势慢慢的向东往吹过去，看起来这个动有可能会成功哦。是全部烧光光哎，老师，你看他们多成功啊！真是出人意表啊！因为呢，它做成2个管子哈，使得空气可以在管内流通啊。就造成所谓的烟囱效应。我们住大楼的时候哈，那很多火焰哈就会沿着楼梯间这样一路烧上去，那就所谓的烟囱效应啦。连一张一角都没有剩哎！太棒了，太完美了！水年贵族的同学自己很强哦，除了了解增加表面积的原理，做对老纸牌的小贴之外还要用空气流通，然后烟囱效应的原理来开成任务哦。今天虽然我失败了，但是我动手做了这些实验，所以我现在很开心。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学到这些新的东西。整个活动下来，其实学到了很多，然后就了解一些平常说只能这样翻书看，然后之后亲手去做之后就比较清楚。亲手做的感觉真的很不错哎，有种很好玩、很有趣的感觉。有香有凉的擂茶，一次都会客家文化地图的气息。透过擂茶，能体验到当地老科学有关的原理。可以摆了解到成分哪一路会科学，所以用心提笔，就做嚟发现咯。